喺清晨嘅寧靜中，喺夜晚嘅燈火下，每日與主同行，喺愛裏面與主相會。我係阿青，讓我哋一齊打開心靈之窗，讓神嘅話語成為亮光，指引前行嘅方向。順從的心，歷代志下15章17節。只是邱壇還沒有從以色列中廢去，然而亞撒的心一生誠實。亞撒代表咗一類人，佢對神有一顆完全忠誠嘅心，但佢對聖經嘅話卻並唔十分認真。佢服從神，至少大部分時間係咁樣。亞撒聽見這話，就壯起膽來，在猶大、便雅憫全地將可憎之物盡都除掉。但係神要求佢除掉邱壇，因為呢啲地方足以令以色列人陷入拜偶像嘅罪中。明顯地，亞撒並唔認為呢個係十分重要嘅事，因為佢並冇完全及徹底地順從神。福音派嘅教會充滿咗好似亞撒一類嘅男男女女，佢哋嘅心對神完全忠誠，但對神嘅誡命卻並唔十分認真。例如，面對教會內違反神嘅誡命而又唔肯悔改嘅人，佢哋認為無需執行紀律處分。同時，對神完全忠誠嘅人，可能會認為聖經嘅誡命係具有文化色彩嘅，或者並唔係至為重要嘅。但係從定義上嚟睇，一切嘅誡命都必須係重要嘅。亞撒有一顆良好嘅心，卻只係片面同埋選擇性地順從神。或者你覺得你嘅心既冇責備你，神對你嘅生活一定感到滿意。你嘅心或者冇責備你，但咁並唔表示你可以免遭懲處。法官唔會理會你對遵守律法嘅觀感，佢只會關注你有冇觸犯法律。評審嘅標準唔係你嘅感覺如何，而係基於聖經嘅話。亞撒展示咗一個事實，一顆完全忠誠嘅心，唔一定同時係一顆順從嘅心。喺審判嘅日子，神會要你交賬。審判嘅標準唔係建基於你嘅感覺點樣，而係你一生有冇以順從嘅心遵行佢嘅誡命。反思問題：我係唔係亦都好似亞撒咁呢？我係唔係感覺自己係真心愛主，卻只係片面及選擇地順從神嘅誡命呢？我點樣評估自己對聖經中神誡命嘅順服程度呢？想一想，我有乜嘢可以改善嘅呢？多謝收聽和諧頻道製作，每日與主同行，材料改編邱谷曙光。好開心能夠同你分享上帝嘅話語，一齊研讀聖經，靈命成長。歡迎你喺我哋嘅 Facebook 留下足跡，聽日見啦！